海边的孩子搬到今年第5年了。我不晓得前面几年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呀？第一年的名字很奇怪啦，第一年叫为部落青年而唱。做的反正是因为目标就是把演唱会的收入捐出来的，就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。然后慢慢的就有很多朋友帮忙，把名字也修正起来，变得比较轻松好玩。做3次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，就是还是海边的孩子这样。因为都兰靠海，然后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，所以用了这比较轻松的方式，然后继续办这个演唱会很快，我觉得今天好多人吓到我了，因为第一年办海边的孩子的时候只有5个人，而且门票一模一样贵。是我很怀念那个一开始支持我唱海边孩子的5个人，不晓得还没有在。真的假的？是你啊？这基督人对不对？啊！哇，我觉得好快哦，从5个人到现在，好快。然后很感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来帮忙，谢谢。然后我唱一些，因为我大部分都唱国语歌，唱母语歌比较多。然后准备了几首国语歌，然后让大家喜欢。因为今天我妈妈有来，我特别想要唱这首。这首是一首老歌，叫不要找我妈妈，她不会让你发现的。好，这个叫你怎么说？邓丽君姐姐的歌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